Zimon leje kung kang sa. Some kenyi lora la zipa gasika. Nga lo de yi. Nga ne zo ye. 多住错，女米查那，乐乐家起来开比代理业啦。俺今娘的代理家女空来记得。 Lo tu cho. Nga ji sheri ka lo gon jene. Dering ka no den zo la lo jung shi shi. 切据点比对空，没恰各具特色的民居。夏，如果你到傣家做客，走进竹篱，登上梯子，便来到屋外的走廊。进门是一间宽大的堂屋，中间铺着一大块竹席，这是全家人活动的中心，也是招待客人的地方。两侧是用木板或竹篾隔成的卧室，外人是不能入内的。傣家竹楼建筑结构一般比较简单，但十分宽敞、别致、美观。室内通风也很好，坐在室内只觉清风徐来，花果飘香。建造竹楼是傣家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儿。按着传统习俗，先要选好地方，打好地基，再立柱架梁。一幢竹楼最主要的是中柱，中柱一般是8根儿。选择中柱是件严肃而隆重的事情。中柱从山上运到村寨时，大家都前去迎接，并泼水祝福。傣族有个风俗，一家盖房，全村帮忙。新楼落成时，还要举行架竹楼仪式。噶的切容，代理家请的人来从那，女的弄个给土呢不的。 对空小肉家强拉拉团，我农年怎么拖，可用比节操人啦。觉得女人全部一定也，但呢，请公布半个学习对话人啦，全部内容学习内容人。去年呢，现来当女学之间比马空人啦，什么弄了肉呢？晓得，代理家女工个最正职业中哈木人，文章。 恰克呢，向的切位，严冬门扎为最娘的，空比弄个卡位科举向的送来，弄了月底，参加农务大集结位，每都当执行个责任错的，女工作的呢，代理家作为全家，等到感情一样了，所经律所的呢，他们空撒内部一当里，最忙交给了，对你，容易就给吧。 恐怕一个起做呢，嘎娃人啦，晓得女空些啦，嘎娃结局，嘎娃点着的，咱呢咱几家等到几样，嘎娃如果你中了人的，从嘛3万周行，根据7版本的判断些，他们打动，代理啦工作喜悦的，请从几个空白来的，对外公布入让些个，空白这边对是。 大众女工跟周等一比超干用别个些。个人的拉蒂查节，俺去他年沙巴开些用大这些。秩序井然，个人点吧，蜂拥而至。不为出洋阔。这时候，全寨子的人蜂拥而至，喜气洋洋，像过节一般热闹。同时，还要请赞哈唱贺新房的曲子，据说这样才能吉祥、平安、家道兴旺。对对，重点弄个门呐，不为出洋对你，嘎嘎追追对钱若大为捉弄的，对从是。 在下店中里，空撒扎西卡用个热连举给，过去是，那大西那大嘴扎西人得通用了，卡人온통大些。当俺今年的他念这些过来记得，他念这些。词语解释：秩序井然。 秩序井然就是指有条不紊、做事有序、不杂乱的状态。个人点把一般呢，人把所说质量也比的。蜂拥而至，蜂拥而至就
就是形容很多人乱哄哄的朝一个地方聚拢，像一窝蜂似的一拥而来的状态。本位粗养科技版呢，本外样的对吧的，没蒙波样的对不对？爹地什么？语言文化小贴士。傣族竹楼是另一种橄榄式住宅。云南西双版纳是傣族聚居地区，这里的地形高差变化较大，北部为山地，东部为高原，西部却为平原，全区气候差别也大。傣族人民多居住在平坝地区，常年无雪，雨量充沛，年平均温度达21摄氏度，没有四季的区分。所以在这里，橄榄式建筑是很合适的形式。由于该地区盛产竹材，所以许多住宅用竹子建造，称为竹楼。俺亲娘的，他念沙巴地做下用这些。秩序井然，个人点吧，蜂拥而至。本位粗养科。这时候，全寨子的人蜂拥而至，喜气洋洋，像过节一般热闹。同时，还要请赞哈唱贺新房的曲子，据说这样才能吉祥、平安、家道兴旺。对对，重点弄个么呢？本位粗养的呢，嘎嘎追追对前若大为中弄的，对从是。在下当中里，空撒扎西卡用个热练就给。过头子，那大西那大嘴扎西人雷通用了，看见온통大些。老主错，前期带领个奴的出马写一选，但俺去举行了啊。老主座，我个家一弄，本位粗养可以比他年的工人。A. 蜂拥而至。连地说，年真的建筑不错，但俺今年的带领个龙菜奴的用下景点啊。如果你到傣家做客，走进竹篱，登上梯子，便来到屋外的走廊。进门是一间宽大的堂屋，中间铺着一大块竹席，这是全家人活动的中心，也是招待客人的地方。两侧是用木板或竹篾隔成的卧室，外人是不能入内的。傣家竹楼建筑结构一般比较简单，但十分宽敞，别致美观。室内通风也很好，坐在室内只觉清风徐来，花果飘香。建造竹楼是傣家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按照传统习俗，先要选好地方，打好地基，再立柱架梁。一幢竹楼最主要的是中柱，中柱一般是8根，选择中柱是件严肃而隆重的事情。中柱从山上运进村寨时，大家都前去迎接，并泼水祝福。傣族还有个风俗，一家盖房，全村帮忙。新楼落成时，还要举行架竹楼仪式。老主错，带领个路者参的人就建议，大出马demo去demo。